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糾正的第118天，也是哈梅内伊得道成仙的第118天，同時也是穆吉塔巴哈梅内尔人间蒸发、音信全无的第118天。现在波斯湾的局勢已經逐漸趨於平靜，就像這個拳擊比賽現在進入一個中場休息，當然了，也不全是休息，現在是鬥嘴環節，互懟，互相各自取得了全面勝利，是一份協議，兩種表述，現在已經演繹到了極致。特朗普宣稱伊朗已經被馴服了，全盤接受美國的要求，說伊朗現在表現得很配合啊，他們同意了我提出的所有要求，而且他們必須這麼做，也就是被迫的，別無選擇，否則我們就會回到原點，採取我們不得不採取的行動。如你們所知，這場較量進展非常順利，我們佔據巨大的優勢，伊朗正在做出重大讓步，我們拭目以待。但目前的態勢非常強勁有力，一切進展都非常順利，也就是特朗普宣布美國贏麻了。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結束與參議院共和黨人閉門午餐會後，向媒體發表簡短講話，談到了油價以及與伊朗談判的進展情況。他說我們進行了一次非常棒的會晤，我們為這個政黨感到自豪，我們喜歡我們的領袖。這自誇，這就是典型的這種自戀人格。你們喜歡我，我也喜歡我，就這意思。我也喜歡在座的每一個人，當然也有那麼幾個人我不喜歡，但這沒關係。我想你們知道他們是誰。開始區區那幾個在眾議院、參議院投票反對特朗普用兵的，有那麼幾個共和黨，4個。特朗普說，共和黨是一個高度團結的政黨，並表示美國是世界上最火熱的國家。目前我們正在建設的工廠數量創下國家歷史上最高紀錄，而且所有這些工廠很快就會投產，這都意味着就業機會。我們的就業數據好得驚人。他說，另外我看到油價剛剛跌破了70美元大關，誰能想到會發生這種事呢？而且這還在戰爭期間。伊朗方面態度非常好，他們同意了我提出的所有要求，而且他們也必須這樣做。但是一位共和黨參議員形容特朗普的跟共和黨這個會面啊，實際上是總統的發洩會，說特朗普從一開始心情就不好，而他與議員卡西迪就伊朗問題進行了互動，更是加劇了這種情緒。根據CNN報道說，共和黨參議員卡西迪在閉門會議中與特朗普爆發激烈的爭吵，就一點都沒給他面子。卡西迪當面質問總統對伊朗行動的模糊態度，並直言在獲得更充分的簡報前不會改變在戰爭權利決議上的投票立場。他承認自己發了脾氣，場面一度非常緊張，也就是特朗普和卡西迪兩個人都拍了桌子，都摔了杯子，都紅了臉，不知道有沒有互相扇對方耳光。這個印度的官場有這個先例，扇耳光，實際上美國也有。那個貝森特不就是跟馬斯克打了一架嗎？在白宮。所以說這種實在說不過去，說理也說不了，那只好動手。无論是民主國家還是印度，那這個都是有的。唯一不同的是，在印度那下屬不敢还手，那只能挨揍。但是在美西方，那肯定是互相的抱以老拳。所以說动手這個事情，那是全球都有，講理講不過去，那就揍唄。但是有的地方可以還手，有的地方你是絕對不能還手的，牙打掉了往肚子裡咽，胳膊打折了往袖子裡藏，最後坐輪椅。就算特朗普一遍又一遍的宣布美國贏麻了，他又贏麻了，但是伊朗人可不這麼說。根據法新社6月24日報道，伊朗談判團隊負責人卡利巴夫24日表示美國同伊朗旨在結束中東戰爭的諒解備忘錄是美國的戰敗宣言。卡利巴夫在阿塞拜疆一場會議上發言時說，伊斯蘭堡諒解備忘錄並非壓力和脅迫之下的產物，而是英勇的伊朗抗爭與威望造就的結果。他說正因如此，
伊斯蘭堡諒解備忘錄才成了美國的戰敗宣言。卡列巴夫還宣布，從此中東地區的人民站起來了，中東地區的安全必須由區域內各國自主保障，也就是你這個美國西方叫別了特朗普。也簡單點說，卡列巴夫他在阿塞拜疆做了一篇演講，標題就叫別了特朗普，美國滾出中東，以後中東人由中東人自己說了算，就這麼簡單。卡列巴夫宣稱，只有中東地區的國家才能決定該地區的政治和安全格局。他呼籲地區內國家加強合作，拒絕外部干涉。從此，你們有了新的大哥，那當然就是伊朗了。畢竟只有伊朗跟美國真刀真槍的幹過啊，拳拳到肉，居然沒被打死。那伊朗事實上的大哥，你們承認不承認？不改變這一事實，對吧？伊朗把周邊完顏國都揍了一遍，也沒咋地。所以伊朗是當仁不讓的中東大哥。卡列巴夫還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個西亞地區的域外軍事基地，也就是美軍，反正美軍在西亞不僅沒有帶來持久的安全，反而成為動盪的根源。卡列巴夫表示，伊朗懷着極大的誠意，向所有伊斯蘭國家，特別是地區國家，尤其是海灣國家宣布，伊朗已準備好達成安全協議，並通過經濟合作加以鞏固，以使這片土地成為所有投資者而言都變得安全，並在面對共同敵人時實現整體安全。也就是在大哥伊朗的照顧下、保護之下，整個海灣地區會更加的安全。所以你看，這個伊朗他宣稱伊朗是全面勝利，美國戰敗宣言。特朗普是宣布美國全面勝利，伊朗完全答應了美國的條件。一個協議，兩種敘事，兩種表述，你各自自己去吹，並且對美國特朗普的表態，這個伊朗人進行了反駁。當地時间24日，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在其個人社交媒體表示，他說美國政府在對待伊朗人民的行為上從未展現出誠意。美國官員關於該諒解備忘錄相互矛盾的言論，不僅不會減少伊朗民眾積累的不信任，反而只會讓人想起美國曾屢屢違約的記憶。美國政府必須認識到承諾對等的原則，要求雙方履行各自義務，並避免對諒解備忘錄文本做出與其明確的內容完全相悖的解釋。什麼意思？說伊朗宣布伊朗完全面勝利，美國是戰敗宣言。特朗普說美國完全勝利，那這個伊朗人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就說了，你特朗普的表態啊，實際上違背了諒解備忘錄文本，就是你理解錯了，你不要在那瞎解釋，你一切解釋以伊朗方面為主，就是一個文本一個協議，解釋權歸伊朗，你的理解錯了，你特朗普所說的一切與這個諒解備忘錄文本內容完全相悖。巴加埃說，伊朗雖然有足夠的理由來懷疑，但仍然帶着善意來加入外交進程，並簽署了結束強加戰爭的諒解備忘錄。伊朗人清楚，敵人的敵意不會因為一份協議簽署而結束。考慮到過去50年的經驗，特別是過去1年半的局勢發展，伊朗將保持警惕地走每一步。首先，關於這個勝利的敘事，雙方就各執一詞。而且這個伊朗方面是指責特朗普美國官員完全理解錯了諒解備忘錄。而伊朗總統佩塞西奇6月23號，他也在社交媒體上發文，他說，伊朗與美國談判的有效性取決於對既定義務的全面承諾和具體執行，這條道路的進展將以實際遵守既定職責為衡量標準，協議文本之外的言論無助於推進談判。也就是告誡特朗普和美國官員，就不要扯那些沒用的，老老實實按照諒解備忘錄來執行。那關於這個核查，國際原子能機構進入伊朗進行核查，雙方又是各執一詞。這個24號，特朗普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頻道採訪時說，他說美方人員將參與國際原子能機構對伊朗核設施的核查行動。特朗普說他們會達成協議，將其寫成書面文件，隨後又會出爾反爾，聲稱那並非事實。特朗普表示他們已經同意核查人員進入。他還說並不急於讓核查人員立即進駐伊朗。而伊朗外交部副部長加里巴巴迪24號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有關伊朗遭襲核設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議題，只有在最終協議框架內
且對方切實終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進行討論和定奪。伊朗目前沒有允許國際原子能機構進入朝夕核設施和核材料區域的計劃。所以說，萬斯在這個問題上也就是撒謊了。萬斯說明天甚至1周內就可以這個原子能機構就進來核查，但是特朗普說我們不急，那這就是自己在挽回語言。倒是伊朗人說的比較靠譜，我覺得伊朗人說的這一點靠譜。他說加里巴巴底什麼意思呢？你美国把所有的都履行完了，該解除制裁的解除制裁，該解除冻結資金解除冻結，你這問題都做完了，我們再談原子能機構对伊朗的核查，不是现在，不是邊談判邊核查。這個說明萬斯就有點虛報戰果。那關於霍爾木茲海峽收費的問題，特朗普他在社交媒體上發了個帖子，他說伊朗已告知美國，儘管那些唯恐天下不亂的假新聞媒體有相反的報道，但伊朗並未就通行霍爾木茲海峽的船只尋求或收取任何形式的通行費、保險費或其他任何費用。若此信息不實，談判將立即終止。說明特朗普他目前的底線階段性呢是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航，核問題都是放在後面，也就是特朗普要解決他的日急，燃眉之急就是要解決美国目前的通脹問题。所以他说了，其他的可以扯，什麼核查問題啊，万斯說了1周之內就去核查，伊朗人說這60天以後咱們再看。特朗普說不急于讓國際原子能機構去廢墟下面找核材料。你看，說明這個階段性的計劃啊，核是放在後面的，霍爾木茲海峽放在第一位。所以特朗普說了，如果霍爾木茲海峽你收費或者你有任何的阻礙，談判立即終止。所以說孰輕孰重，大家一下就看明白了。此外，美國未向伊朗支付任何款項，也未解凍其任何資金。我們將會釋放部分由我們完全掌控的伊朗資金，但這是提供給我們農民和牧場主的，用於採購玉米、小麥、大豆及其他農產品。伊朗急需糧食，而我們將會專門從美國為其採購這些物資。對特朗普的說法，這個盧比奧也做了佐證。盧比奧談及伊朗問題時表示，當我們說要開放海峽時，指的是無阻礙的自由通行，這屬於國際水道，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會支持在海峽通行時徵收通行費，這種情況絕不會發生。特朗普已明確表明了這一點。那關於這個霍爾木茲海峽，我們看看伊朗人又是什麼態度呢？伊朗強調的是對霍爾木茲海峽的管轄權。這個伊朗的談判代表議長卡利巴夫說，霍爾木茲海峽無論如何也回不到戰前狀態。什麼意思啊？也就是戰前這個地方是國際水域，戰後這個地方歸伊朗管。所以說伊朗人現在要求的是管轄權，收費先答應60天之內是完全免費，60天以後那看談判的協議再定，保留收費的權利，他也可以不收費。所以伊朗人初步目標就是要管理權，所以伊朗在搞了个海峽管理局啊，新的機構在伊斯蘭革命衛隊下面。穿越霍爾木茲海峽意味着必須先徵得伊朗的同意。德黑蘭新成立的伊斯蘭革命衛隊管理的海峽管理局要求每艘船在通過前交出其貨物、國旗、船員和善意港口的所有信息。而伊朗和阿曼發布聯合聲明，確認雙方有意在霍爾木茲海峽建立聯合管理機構。該聲明確認將根據國際標準收取海事服務費。伊朗國家電視台證實，阿曼已同意與伊朗一起在霍爾木茲海峽收取服務費。兩國專家小組現在將集體討論將提供服務的細節，也就是會強行給你提供服務。但是阿曼方面消息，這剛才是伊朗電視台報道的。阿曼方面23日消息說，阿曼已經在霍爾木茲海峽開闢一條臨時航道，供船只通行。阿曼方面消息稱，阿曼在與國際海事組織協調下開闢這條臨時航道，此舉符合美國與伊朗日前達成的諒解備忘錄。阿曼致力於確保船只在這一條戰略水道
自由航行且不徵收通行費。這個阿曼當然了，無利不起早，心思也比較活躍，也就是說，一方面他也不願意直接得罪特朗普美國，但是他也不想放棄這個到嘴的肉啊，想跟着伊朗後面分杯羹，在伊朗人的起哄之下是吧，也想去拦路收費。我們再看看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那這一塊是美國的財政部長貝森特他的處理。6月24號，美國財長貝森特在接受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採訪時表示，美國財政部將監督卡塔爾在多哈解凍伊朗資金，伊朗人獲得的所有資金都將用於造福伊朗人民，這些是伊朗被凍結的資金，第一筆資金很可能來自卡塔爾。美國財政部將派人在多哈監督資金分配情況，其中很大一部分將用於購買美國的食品和藥品。也就是說，伊朗很有可能很快就會得到一筆資金，但是他得到的恐怕是美國的農產品和一小部分資金。這是貝森特說了，他要派美國財政部的人在多哈監督這筆錢的流向。那有人就問貝森特說，有人對伊朗石油制裁感到疑惑，很久以來他們都沒有在不受制裁的情況下在公開市场出售石油的自由。伊朗虽然每天在往外賣油以前，但是它都是受制裁。受制裁是意味着什麼？很多国家買不了伊朗的油，伊朗的油只能通過洗产地，通過其他的渠道，总之它也只能卖给那特殊的那么一两個買家，就是伊朗。貝森特的回應，也就是你現在給他解除制裁，你還不是恢復了戰前，你是解除了制裁，那就是伊朗的油可以暢通無阻，可以用美元結算，可以收回去美元，他想怎麼賣了，因為沒有客戶在被限制跟伊朗交易。那貝森特說伊朗人一直在賣石油，石油賣去了大國，但價格打了折，這是胡蘿蔔，我們隨時可以收回。他說我們美國要讓伊朗嘗一嘗甜頭，沒有制裁的日子是什麼樣子的，就是你的石油交易不受任何制裁，那是多麼的快活，就是讓伊朗嘗到甜頭。說我們希望他們感受一下沒有制裁是什麼感覺，我們隨時可以把制裁重新加上，你過慣了好日子再過苦日子就受不了了，所以說先讓他恢復石油交易，讓他嘗嘗甜頭，再給他加上。這個觀點挺有意思，是吧？他們遭到了毀滅性打擊，他們的通脹超過100%，軍隊都拿不到薪水，所以我們已經把他們的經濟拖垮了，這就是他們回到談判桌的前的原因。所以我們到現在應該能看明白，特朗普現在最關心的實際上是油價。那關心油價，那最關心的就是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狀況，這是特朗普第一要考慮的。我們在以前節目說了，如果從中期選舉這個角度來看，那特朗普的目的達到了，也就是他讓油價降下來。你看為什麼這麼說？他最關心的實際上是油價。美國總統特朗普抱怨汽油價格下降速度不夠快，稱他已下令司法部調查汽油價格。他說大型石油公司並沒有像他們支付石油價格大幅下降那樣相應的下調加油站的汽油價格。這特朗普就已經管到油價去了，就是說特朗普的意思就是說，你看你們這些石油公司從進口的油採購的原油價格已經急劇下降，為什麼你們出產的這個汽油價格不降，老百姓從終端加油站加的油價格還是那麼高？你這個不對，你應該同步下降。所以這個特朗普怒了，派司法部展開調查。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帖稱，汽油價格最好能比現在看到的降得要快得多。根據美國汽車協會數據，6月早些時候，全美普通無鉛汽油平均價格跌回每加侖4美元以下，周三報每加侖 3.93 美元，這一水平仍然高於5年季節性均值。特朗普表示，他認為油價現在本應已經降到每加侖 2.25 美元，原因是隨着霍爾木茲海峽航運量增加，波斯灣原油大量湧出。他同時指出，加油站油價未降低應歸咎於大型石油公司，是埃克森美孚、雪佛龍、壳牌以及 BP， 很多公司都是。這些石油公司很可能在哄抬價格，我希望不是這樣，否則他們會面臨大麻煩。所以說司法部上查他們，這就說明什麼？實際上這就是說明特朗普他最關心的是油價，是通脹。
所以他一邊警告伊朗，你別的都可以開玩笑，是吧？你都可以在那胡說八道，但是霍爾木茲海峽如果你要收費，你要再阻撓，那就立馬停止談判，叫大錘就下了，這個意思啊。從這一點上來說，特朗普是贏了。從中期選舉油價下降這一塊，他目的達到就是贏。他的目的簡單，你看特朗普他說，美國能源部部長賴特他說，在過去24小時內，72艘船只2000萬桶石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完全恢復了衝突前的石油運輸量。感謝特朗普總統和美國軍方。根據央視報道，隨着中東局勢緩和，霍爾木茲海峽通行狀況出現改善，國際油價24日顯著下跌，紐約油價一度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當天收盤，紐約商品交易所8月交貨的輕質原油期貨價格收入每桶70.34美元，跌幅為 3.92%。8月交貨的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收入每桶73.74美元，跌幅為 4.33%。你要從這個角度來說，那特朗普是贏了，但這個也只是中期選舉它的一個必要條件，降油價，想把通脹壓下來。為什麼說特朗普贏了這一塊？因為現在是石油輸出國在搶出口，而石油進口國是在瘋狂的補庫存，所以這一個月價格恐怕降的還不夠明顯，因為大家都不知道中東戰火什麼時候又重開，霍爾木茲海峽什麼時候又關上，所以抓住這個時間窗口，瘋狂的一邊是搶出口，一邊是補庫存。但一旦進口國的小罐子都裝滿了，出口國的那罐子也開始裝滿了，你要知道这個油價還得跌。很簡單，為什麼？你看，首先一個產油大國俄羅斯還有伊朗這兩個國家，它是急需資金。俄羅斯在打仗，它這就缺軍費，它本來就缺錢，現在油價在降，它本來出口就被烏克蘭打得已經夠嗆了，油價還在降，那你說怎麼辦？它只能加大它的出口量，玩命的出口。那伊朗也一樣，那資金油價在降，它又缺錢，他現在恨不得他一天时间能賣200萬桶，他恨不得賣500萬桶。這個油拉出去越多，回來的美元越多，那能解決伊朗的困境，所以他是肯定是玩命的賣。所以你看卡利巴夫那邊諒解備忘錄一簽，這邊卡利巴夫馬上跟印度就開始各種拍印度馬屁。卡利巴夫不是被最高領袖任命為印度經濟合作什麼全權大臣嗎？卡利巴夫，所以卡利巴夫馬上就跟印度打電話互動，說幹啥？就是趕緊從我們這拉油。你想啊，伊朗想把油賣出去，他最好的辦法就是找大客戶。你這時間窗口，你不能找那小客戶，要個一船半船的，你跟人家談有什麼用？他必須找印度談，我恨不得一天給你拉2船過來，能不能消化？所以你想，伊朗一定抓住這個時間窗口，瘋狂的出油，俄羅斯也要瘋狂的出油。而阿聯酋大家知道吧？阿聯酋他已經退出俄派克了，對不對？什麼俄派克加他都退了，人家幹啥？人家就是也要玩命的賣油，人家好幾個油田產能都沒打產，人家都是控制。以前在俄派克裡面，那人家現在退出俄派克幹啥？不就是想自由的賣油嗎？再加上中東這些王爺國這一次被伊朗禍害的不輕，也有損失，這要補回來。你看那迪拜被炸的，所以說很多資金都跑了下來，所以說他現在都必須要加大石油出口。那你想想，只要霍爾木茲海峽保證通航，目前這個狀況保證個3個月，可以肯定8月份油價還得下跌，恐怕跌到60美元一桶都恐怕都擋不住。就是它底在哪兒不知道，因為你想就這麼個硬性的這個出口就是俄羅斯和伊朗，你擋都擋不住，人家玩命的往出賣，他要錢，一個回家要打仗，一個回去要給軍隊發工資，要去重建。那你要等着3000億美金來重建，那猴年馬月；你要等着美國人的解凍資金，那也是猴年馬月。因為美國人是你伊朗做到哪一步才給你解凍一點點，完了是買糧食。所以說對伊朗來說賣油是最合適的，所以他就玩命的往出賣油。那你想想，這不就是砸盤出貨嗎？所以說油價一定会往下跌，這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特朗普贏了，從控制油價階段性的勝利。伊朗人輸了嗎？伊朗也沒輸。他油賣出去了，貝森特說了他不制裁他，那他可以痛快的賣油。伊朗人賣的油越多，世界油價越低。所以这特朗普在這一塊他是占便宜的，他是這個生意人算計，伊朗也不虧，不錢回來了嗎？那麼錢一回來，
而且這個錢多多少少很多錢是被改革派佩泽西奇扬掌控了，而卫队分的不多，就這麼個情況。那這個為什麼佩泽西奇扬会拍着胸脯寧願逼宮，就是辭職來逼穆吉塔巴同意授權簽諒解備忘錄？他的目的就是這個，他要解燃眉之急，是吧？有錢進來什麼都好辦，沒錢有錢能使鬼推磨，你沒錢誰給你跑？所以說佩泽西奇扬第一步達到了。至於後面什麼核協議，什麼核燃料怎麼處理，是稀釋還是運走還是亂七八糟的，那些八字沒有一撇，誰都不看好，那玩意就扯皮，就最後扯崩了，達不成協議。哪怕是美國再回来轟炸，那人佩泽西他已經渡過難關了，眼前難關暫時度過，那接下来佩泽西奇扬他就可以唱高調，你軍方唱高調，强硬派唱高調，我比你唱得更高，是吧？我的调门更高，那看穆吉塔巴怎麼玩，看特朗普。所以我在以前就分析了，這個就是一個权宜之計，是吧？伊朗人也不傻，知道那是個坑，為啥要跳呢？是因為你不跳死得更快，跳還能緩一緩。特朗普也知道要挨罵，但是他不這麼幹不行，不這麼幹油價下不去啊，中期選舉馬上就到了，對不對？所以後面的協議大概率是談不成，因為沒有人看得好。到目前為止，除了萬斯，好像沒有人看好這個協議，誰看好？連特朗普自己都在那兒稀里糊塗的。60天之後達成協議，或者是4個月以後達成協議，這個沒有人看好。我也不看好，為什麼呢？你即便達成協議也沒用，你跟毛拉簽協議，那不是白簽了嗎？紐約時報說，美伊停戰是建國250年最恥辱時刻。特朗普百日軍事打擊未能撼動伊朗，反被拖入泥潭，最終妥協解凍資產，解除制裁並賠款，卻未換來核凍結。他說，對比伊拉克、阿富汗的軍事壓制，此次強弱逆轉，被迫求和，徹底擊碎美國霸權優越感，重創特朗普政治敘事。一位著名的阿聯酋評論員，也是阿聯酋的政治戰略家、分析師和記者，他發了一個短文給特朗普總統，是這麼說的：而您可能達成了一項臨時協議，但您幾乎破壞了周圍所有人的信任，除了萬斯和伊朗最高領袖。是您攻擊了在戰爭中支持您的朋友，同時保護了敵人。這些國家已經不再信任您，儘管他們在鏡頭前忙着微笑。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最大的盟友，要求他不要攻擊真主黨，以與伊朗達成協議，就相當於要求美國不要攻擊基地組織，因為他們正在與哈馬斯談判。說一項60天的協議不是外交或和平協議，它是一項停戰協議，其有效期比一塊奶油磚還短。所以說来說去，我們知道特朗普的大概的他的顧忌，他的想法其實就是油價，就是通脹，就是中期選舉。所以說在中期選舉之前，只要伊朗人不太過分，不要动不动去封锁海峽，那麼大概率就這麼下去了。等到中期選舉結束，特朗普臉一變，很有可能又開始新的操作，這一切都有可能。所以說很顯然的，特朗普的目的已經昭然若揭了，中期選舉，所以他那麼急着美國的油價也降，不降，司法部去查是不是你们这帮石油公司在哄抬物價，那邊霍爾木茲海峽現在通行量比戰前還要高了，對不對？怎麼可能油價還不降？所以說這個特朗普他關心的地方在哪兒？中期選舉。虽然他嘴上口口聲聲說中期選舉不在乎，但實際上他非常在乎。伊朗人也懂這個，怎麼可能不懂？所以人家才會跳這個坑。3000億美元的現在沒人提了吧，因為大家都知道了，原來它就是個餅，畫着玩的。但是這裡面大的變數，那就是以色列還有真主黨。所以在美國中期選舉之前，會不會就這麼風平浪靜？未必。伊朗人說不定吃了2天飽飯，油賣了回來個幾十億美金，說不定他又嘚瑟起來，對吧？或者是內部因為分贓不均，衛隊人家又要掐斷霍爾木茲海峽，保不齊。所以說我們密切關注。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